大家好，我係 TVB 歌手張雨晨，今日咧要帶大家沉浸式體驗草莓音樂節。咁我哋一齊嚟升級闖關啦！現在是2點半，聲音都啞了。2點半彩排，這個是人生第一次。準備彩排啦 ，Let's go！ 何時放鬆我自己，才能快點走地。而家係3點20分，我哋翻屋企，唔係，翻 hotel。拜拜。準備出場，要熱身啊！好期待啊！未變改，付出一切也為話語將來。希望我哋可以彼此照亮彼此嘅人生。Thank you，耶！結束啦，哇，好好玩啊！好多謝草莓音樂節，好希望下一次咧仲有機會再嚟參加，耶！小紅書